南投今年的灯会多元丰富，其中宗教的灯区是集合着13个宗教团体共同来参与。现场嘛提供着传统的民俗，有卡钟、跋杯、开智慧等等，要让民众来体验。2026南投灯会宗教区国庙是做伙打造水果兼有创意的灯区。佛光山清德市搬一座壮观的红红钟地来，让灯区看起来更较大方。 它也代表凤凰展示国泰民安了。另外，嘛有真侪民俗体验，包括拿电寺院的开智慧、清德市跋杯、甲口钟祈福、大法严师的转经轮等等。也有转经轮的部分，还有体验卡，还有点灯哦，所以这一些部分呢，都是希望说，可以在这个热闹之余呢，能够也带大家在心性上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安慰。 宗教灯区久年来拢是南投灯会重要特色之一，唔但展现出地方信仰的文化，嘛当鼓励社会正向的力量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